我们今天要为你深入探讨的是一份关于文化危机的社论。然后它的起点是一位名叫邱从容的音乐人，也是一位文化守望者的逝世。文章作者形容他的离开，就像是一道在黑暗中瞬间消逝的光。我觉得这个形容很美，但也很沉重。对，因为这道光恰好照出了一个我们可能一直在逃避的真相。没错，我们收到的这份资料，它的标题是客家语正在消失，而我们却正在沉默。光是标题就很有力道。对，它不只是一篇悼念文，我觉得它更像是一份非常非常尖锐的文化诊断书。诊断书这个词用得很好。所以我们这一次的任务就是为你剖析这篇文章，看看作者是怎么透过邱从容先生的一生去追问一个更棘手的问题。就是说，一个语言的消失，到底是外面的人造成的，还是说话的人自己选择了闭嘴？没错，这篇文章最核心的挑战，其实是在颠覆一个我们就是习以为常的想法。什么样的想法？我们总觉得文化流失嘛，就是时代变迁下一个很慢慢的、不可避免的过程。对，好像是自然淘汰。但作者却说不对，客家语的消失速度远比你我想象的都快，而且它的状态更像是一种被我们自己悄悄丢下的结果。哇，被自己丢下，这说法真的很重。非常重。这句话很有杀伤力，也是我们今天讨论的真正的核心。好，那我们就先从这个故事的中心人物邱从容先生开始说起吧。文章里是怎么描写这个人的？他显然不只是一位音乐人。完全不是。作者形容他是燃尽青春的音乐推手，然后更是守着语言之火不让熄灭的守望者。守望者？对，他身上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急迫感。文章提到一个细节他说邱先生常常会突然打电话给作者，说要打嘴鼓。打嘴鼓就是聊聊天？对，聊聊天。但电话一接，往往就是1个多小时，而且语气总是充满焦虑，好像时间永远不够用一样。他最在意的从来不是自己的名利，而是反复追问一个根本问题：客家人到底是么干？也就是客家人到底是谁？对，所以他不是在做什么文化事业，他是在问一个关于我是谁的问题。没错，这就完全不一样了。文章里说，他把推广客家文化当成生命大事，而不是年节仪式。我特别喜欢这个对比。年节仪式就像是，我们平常偶尔吃个粽子，挂个灯笼，应景一下就过去了。对，应景一下。但生命大事是融入在呼吸里的，是每天都要面对的。你抓到重点了，这也完全体现在他对语言的定位上。对邱先生来说，语言不只是一个沟通工具，它是根。文章引用了他最常挂在嘴边的一句客家谚语：宁卖祖宗田，不忘祖宗言；宁卖祖宗坑，不忘祖宗生。这句话的分量很重耶。你想想看，在一个传统农业社会里，祖先留下来的田地和坟地，那就是一切了。对啊，那几乎就是一个家族的一切了，是实实在在的资产。对，但这句话却说，语言这个无形的东西，竟然比这2样还要重要。是，就完全颠覆了我们对传承的想象。的确，因为他点出了一件事：田产没了，你可能只是变穷；但语言没了，你跟祖先最深刻的那个连结，那个身份认同的源头，就真的断了。断了。所以，当他抱持着这样一种信念时，自然会问出一个让很多人都感到刺耳的问题。来了，我知道你要说哪个问题了，这也是整篇文章最震撼我的一句话。邱先生问：细讲客人唔讲他话，该炮里用盖都黄中人有么该无供养？对，翻译成白话就是：如果客家人不说客家话，那我们跟其他那些黄皮肤的人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哇，这问题真的太直接、太尖锐了。它等于是把血缘跟文化认同直接拆开来，然后逼你选边站。对，他直接挑战了身份认同的那个遮羞布。遮羞布。如果语言这个最主要的文化载体消失了，那所谓的客家人身份还剩下什么？只剩下户籍誊本上的一个注记吗？
还是某种遥远的血缘记忆？这个问题就把我们直接带到了文章分析的核心。好，作者认为，客家语真正的危机，并不是因为语言本身有多难学，也不是因为时代变迁这种不可抗力的外部因素。等一下，这个说法有挑战性哦。因为通常我们听到弱势语言的议题，第一个想到的都是大环境的打压嘛。对，被主流语言排挤，或是政策不够力之类的。对啊，但这篇文章却把矛头指向内部，说问题不在外面。是的，这需要很强的证据才能说服人吧？文章里是怎么论证这一点的？问得很好，这正是作者接下来要处理的。他认为，真正的危机是一种看不见却正在迅速塌陷的文化意识。文化意识的塌陷。对，换句话说，这是一场内部瓦解。内部瓦解。堡垒不是被外力攻破的，而是里面的守军自己放下了武器，打开了城门。为了证明这一点，他举了2个让人非常错愕的例子，都发生在最应该是课于堡垒的地方。哦，说来听听。第一个，客家电视台。文章指出，客家电视台长期以来播出了节目是没有客语字幕的。等等，没有客语字幕？没有。而他们给出的理由竟然是要让更多人看懂。这逻辑我真的有点跟不上。一个客家电视台，它的核心目标观众不就应该是客家族群或是想学客语的人吗？理论上是这样，没错。结果他们为了让更多人看懂，牺牲了核心观众最需要的客语字幕。这不就像是开了一家顶级的法式餐厅，结果为了吸引路过的客人，菜单主打的却是卤肉饭吗？哈哈，这个比喻非常好。这个完全是本末倒置啊！你这个比喻非常贴切，这就是作者想点出的荒谬感。第2个例子同样吊诡，而且发生在广播界。很多客语广播节目的主持人在节目里讲华语的比例竟然超过一半。超过一半？对，但最奇怪的是，打电话进来或是受访的来宾，却往往能全程用非常流利的客语对答。所以，等等，这就形成了一个很扭曲的画面。没错，本该是语言标杆作为示范的主持人，自己先放弃了语言的坚持，而听众和来宾反而成了坚守者。你看这有多讽刺？太讽刺了。所以，那个本该是火车头的人，自己先踩了刹车，甚至还跳车了。没错，难怪作者会一针见血地说，这根本不是能力的不足，而是态度的放弃。就是态度。在最应该也最有能力坚守语言的地方，我们自己先率撤退了。这真的让人反思，我们是不是常常用为了推广，为了让大家更容易进入当作借口，但实际上是在稀释。对，却是在一步步稀释掉文化本身最核心的价值。完全正确。而为了让这个论点更有力，文章还提出了一个非常强烈的对照组闽南语。闽南语。作者观察到，无论是闽南语的戏剧、综艺节目，还是广播电台，都能做到几乎全语言呈现。好像真的是这样。他认为，这中间的巨大差异，并不是资源多寡的问题，最关键的是信念。信念，这听起来有点抽象，这里指的是什么样的信念？指的是一种我的语言本身就值得被完整呈现的自信啊，一种不需要掺杂优势语言来讨好听众，也不需要自我矮化来换取能见度的一种文化自信。了解，所以作者认为的这种信念，其实就是邱崇荣先生身上那种。没错，这就是我生命大事的态度的体现，对吧？完全正确。一个是个人层级的坚持，另一个是整个媒体产业层级的自信。一旦少了这份坚定，语言就会失去正大光明出现在日常生活中的权利。我明白了，所以这是一个环环相扣的过程。你先是在媒体上妥协，对，然后就会在公共场合失去空间，接着在家庭里失去使用者，最终也就失去了他的未来。整个语言环境就这样一点一滴的崩解了。是的，所以作者才会感叹说，我们曾经以为语言的消亡会像河床干涸一样。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对，是一个需要好几个世代的漫长过程。但现实是，它的流失速度远比我们想象的快得多。
这不是一场自然淘汰，更像是一场人为的加速崩塌。好的，所以如果我们把前面这些线索全部拼凑起来，邱先生的焦虑、媒体的自我放弃跟闽南语的对照，这篇文章描绘出来的画面真的让人非常不安。客家语的处境听起来不像是被外力推下悬崖，反而更像是站在悬崖边上自己松手跳下去的。这个形容很贴切。作者描述了这个流失的连锁反应，而且这个场景我相信你可能在自己或朋友的家庭里都见过。怎么说？首先，孩子从一出生，家里就没人对他说客语。接着，父母可能还会客语，但因为怕孩子听不懂，所以自动切换成华语跟他们沟通。这点我好像真的听过，对不对？最后，打开电视想给孩子一个语言环境，结果发现连客家电视台的主持人和字幕都为了推广而率先使用了华语。整个知识系统从家庭到媒体全部都失灵了，全盘失守。这就带出了一个更深层的警讯哦。文章提醒我们，就算现在有再多的文化计划、童话季、活动补助、政策倡议，就算有再多这些东西，只要客家人自己不愿意开口说客语，这一切的一切都可能沦为自我感动的仪式而已。自我感动的仪式，这句话也很重，很重，因为它等于是在说，我们办了很多热闹的活动，花了很多预算，拍了很多漂亮的照片，看起来好像在做文化保存。对 KPI 都达到了。对 KPI 都达到了，但如果日常生活中没有人在使用这个语言，那这些努力就像是给一棵已经被连根拔起的树浇水一样。表面上看起来很努力，但是根已经断了，吸收不了任何养分。这个比喻很惊悚，但是很真实。这就引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到底该怎么衡量文化保存的成功？是看办了多少场活动，争取了多少预算，还是该看这个文化是不是还真实地活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对，活在他们的厨房里、客厅里，活在他们的嘴边。这正是文章要抛出的大哉问啊！所以，回顾我们今天为你深入探讨的这篇文章，它的核心论点非常清晰。邱从容先生的离去就像一个响亮的警钟，他揭示了客家语的危机，主要不是来自外部的压迫，而是一种内部的文化意识的塌陷。对，文化意识的塌陷。这种塌陷呢，最终导致了在家庭和媒体中最致命的自我晋升。所以文章最后的结论并不是悲观的感叹，不是，他反而认为，真正纪念这位守望者最好的方式，不是写多少追思文，或是开多少研讨会，那些都是仪式。对，而是从最简单、最日常的行动开始。没错，作者的提议非常具体。而且门槛低到几乎没有，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他说，在家里对家人讲一句客语，在孩子面前自然地讲一句客语，甚至在社群平台上用客语打一行字。目标只有一个，就是让语言重新在生活中呼吸。我喜欢这个说法。在生活中呼吸。对，这其实是把保存文化的巨大责任，从遥远抽象的国家政策拉回到每一个人的嘴边。对，拉回到每一个人的嘴边，放回你我的小中。这确实是一个强而有力的呼吁，把宏大的文化议题转化成微小但人人可行的个人行动。是，它不再是政府应该做什么，而是我今天可以做什么。是的，唯有如此，才有可能避免客家语濒危这个词最终只成为资料库里的一个冰冷词条。也才能避免我们的后代子孙将来只能透过历史纪录片去听见自己祖先的声音。而这篇文章虽然聚焦于客家语，但它所揭示的这种内部抛弃的模式，或许适用于许多正在消逝的文化现象。的确，所以在我们结束之前，这篇文章也等于是给你留下了一个更深层的提问。在你的生活里，除了语言之外，还有没有哪些事物可能是加注了某个过节传统、家乡菜的某个特殊做法，甚至是某项你曾经很擅长，但现在已经生疏的记忆？我们并不是被谁强迫放弃的，而仅仅是因为在忙碌的生活中不再去实践它，不再去使用它，而让它就这样在我们自己手中悄悄地被丢下了呢？